人生捨棄清單，作者伊庭正康。第一章，捨棄徒勞的做法。冇咩比起高效率去做啲無謂嘅事更無謂，呢樣嘢邊個都心知肚明。不過我哋要判斷邊啲係無謂，邊啲唔係，其實好難。正因為難，我哋先至唔識得放棄。一旦睇清楚啲無謂嘢嘅本質，工作就會變得好輕鬆。嚟啦，一齊提升下分辨邊啲係無謂嘢嘅眼光啦。要捨棄嘅事項一，為咗唔俾人鬧，就淨係跟住要求做，就算結果唔係咁理想都冇所謂。咁主動出提案嘅人先至會得到認同。為咗避免被人鬧，就淨係跟住要求做，絕對唔會做多啲。遇到冇把握嘅事就縮埋一邊，以為咁樣就唔會失敗，唔會捱鬧。有人將呢種態度叫做醒目嘅選擇，但實情係呢種態度只會被人覺得消極。呢個世界冇你諗得咁美好，現實從來都唔會對消極嘅人有好回報。為咗唔俾人鬧而去呢種消極心態，最好早啲拋棄。如果你都有同感，不妨試下喺日常工作入面做多1厘米嘅閒事。所謂1厘米嘅閒事，就係呢啲嘢。以前我做招聘廣告銷售嗰陣，曾經向客戶提過動輒幾十萬日元請一個員工嘅方案。當然，我都試過被客戶拒絕。對廣告 sales 嚟講，呢樣係最驚嘅事。於是有人覺得，只要跟住客戶講嘅去做，就唔會捱鬧。佢哋以為只要唔做多餘嘅提案，完全跟住對方要求做，就算最後請唔到人，都可以甩責任。但好笑嘅係，我哋越係對客戶言聽計從，淨係跟住要求做，客戶反而越易走佬。反觀啲鍾意多管閒事嘅 sales，就算客戶冇要求，佢哋都會喺方案入面加入自己真心認同嘅建議，由面試流程到揀人標準，提供好仔細嘅專業意見。呢啲睇落好似多餘嘅行為，反而更加深得客戶信任。就算今次個方案冇被採用，下次合作機會都一樣會揾返上嚟。你呢？係咪都曾經諗住為咗唔俾人鬧，就淨係跟住要求做？話雖如此，主動多管閒事確實需要勇氣。當你猶豫嘅時候，可以咁諗：比起被人鬧，被人標籤做消極先至更驚。一旦被人死死貼上呢個標籤，我哋即刻就會失去搭上順風上升氣流嘅機會。喺未被貼上消極標籤之前，就算只係向前行多1厘米都好，淨係做到呢樣，身邊人對你嘅評價就會有翻天覆地嘅改變。小結：要永遠相信機會永遠喺1厘米隔離。多謝收聽 YY Sharing 嘅廣東話聲書頻道，我會分享我鍾意嘅書，鍾意嘅朋友可以 Like、Subscribe 同 Comment，我哋下一章節見。